这个苗栗县政府伫个老庄溪的下游来起一条野生动物看海通道，要来保护石虎会当安全过大路。经过1年外，总算来监测到石虎为通道面顶穿过溪流的身影。一点钟上大新闻陪伴时间到了，感谢乡亲的收看。上届专业的新闻台，请乡亲继续收看华视52台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